我希望你能回到少宇的身边，你们两个应该重新在一起。妈，先喝碗汤。啊。少宇啊，从来没见你下过厨房，没想到你做的菜还挺香的。我长这么大，都没给你做过一顿饭。今天做了几个菜，也许味道一般，但这是我的心意。我希望妈开心。妈当然开心了。以后你还要多给我做几次啊！你做的可比外面任何山珍海味啊都好吃得多。只要你爱吃，以后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给你做。哦，对了，妈，刚才我还订了很多新的虫草，就在后面的柜子里面给你放着，记得按时吃。还有公司上的事儿，以后让下边人去做就好了，让他们帮你分担一点，一个人干太累了。哟，少宇，你这几天是怎么了？怎么替妈想了这么多？没有，心疼你，心疼。从小到大，你为了培养我，花了多少精力，花了多少心思，我都知道。那之前因为依然的事儿呢，我对你态度不好，是我不懂事儿，你要原谅我吗？傻孩子，哪有当妈的跟自己孩子记仇的呀？妈不怪你，能有你这么个懂事的儿子，妈已经很知足了。妈，我有件事儿想问你，但不知道行不行。什么事儿？其实从8年前开始呢，你就一直反对我跟依然在一起，甚至不惜逼走的。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这样做？在今天这种情况下，你能告诉我吗？少宇，妈之所以反对你和依然在一起，因为当年他爸是咱们家生意的竞争对手。我跟他爸爸在商场上有很多的明争暗斗，这些你们都不知道。后来，我联合了几家公司，用了很极端的手段，把他们家的生意彻底给击垮了。所以我一直担心，依然是故意接近你，是替他们家来复仇的。妈不得不替你防着点儿。少宇，妈知道当你那么做，可能伤害了你的感情，但是生意场上本来就是你争我夺，不能有半点怜悯，否则被击垮的可能就是我们。你要明白妈的一片苦心。明白，现在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，再去追究谁对谁错，没什么太大的意义。只是这样看来，依然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了，他没有错，对吗？少宇，很多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其实有件事儿，我应该这回回来就告诉你，但是我没说。你还记得依恋吗？哦，依然的妹妹，那孩子挺可爱的，怎么了？是啊，又可爱又聪明，但她不是依然的妹妹，是我女儿，是你孙女。你说什么？她是你女儿？对。你当时逼走依然的时候，她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只是她没有告诉你。
只是一个人默默的离开，选择独自抚养她长大。依莲，真的是你女儿，是我的亲孙女儿。妈，你把我养大，知道养一个孩子有多不容易，所以这些年，依然受了多少委屈，受了多少磨难，我想你也应该明白。而且他遭受的这些罪，或多或少都是由我们间接造成的，你说是吗？所以过去这些年，不论依然做了什么，对也好，错也好，那都是过往了。我希望你可以用一种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它。如果时机允许的话，我真的希望你去多和他接触接触，多去了解了解他。你会对他改观的。妈，依然选择为了我生下这个孩子，并把他养大，你觉得他心里还有恨吗？所以，请你相信我，相信这个你儿子曾经很用心爱过的女人好。谢谢妈。啊！你帮我看看，我是不是全做对了？我看看啊，100分。继续把后面的也做了啊。依然，以前是我做的不对，3番5次的
拆散你和少宇。昨天少宇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他都告诉你了？我也是个女人，也是带孩子过来的。我知道，一个女人独自抚养孩子有多么的不容易。这些年，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其实，这些年有依恋陪在我身边，更多的还是快乐。而且我一想到依恋是我跟少宇的孩子，那些苦啊、累啊，真的都不算什么了。我今天看见你和依恋，你们生活在一起，虽然过得并不富裕，但是却很充实，也很温馨。我真的非常感动。都怪我太自私了，一味的要求少宇按照我的意思去做，让你们两个承受了这么多年的痛苦。依然，我希望你能回到少宇的身边，你们两个应该重新在一起。阿姨，谢谢你，终于接纳我们。但是现在少宇已经喜欢上别的女人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他喜欢上别的女人？他绝对不可能。我亲眼看见的，他跟李密在一起了。他不可能和李密在一起。如果真有这事儿，我早该知道。他一定是在演戏给你看。演戏？这里肯定有原因。他现在干嘛还要演戏啊？他没有理由再骗我了。不如我们一起去找他，当面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少宇，少宇，我把依然带来了，你应该再跟他好好谈谈。少宇，依然，你去坐会儿，我上楼看看。好。依然，少宇不见了，他把行李都搬走了。阿姨，这有一封信，会不会是少宇留的？信？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，我有点事儿，要先离开一阵子，不用来找我。我想此时此刻，妈，你一定见过了依然，她是我生命中唯一爱过的女人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彼此接纳，为了我，把之前的不愉快全部忘掉。还有依恋，依恋非常聪明可爱，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抚养她，给她快乐和温暖。祝你们永远幸福快乐。我会默默的
为你们祈祷。少宇，阿姨，少宇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走了？是啊，我这就去公司找找。好，你快去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好的，等我的消息啊。嗯。喂，天乐，少宇失踪了。好。依然，什么情况？少宇怎么了？他留下一封信就走了，我跟他妈妈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一封信，信上都写什么了？他说他有事要离开一阵子，让我们都不要去找他。但是我感觉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这样，找那谁，那个李密，走。我已经找过了，她根本就不是谭少宇的女朋友。而且上次那回也是因为谭少宇要气我，特意逼他演的一出戏。啊？公司的人都在到处去找，一有消息就会通知我们的。等会儿，有点给我说懵了。这样吧，咱们呀分头找，先去谭少宇经常会去的地方找，好吧？好，分头找，电话联络。好。点吧。兰妮啊，请爸爸吃饭干嘛这么破费呀？随便吃点就行了。哎呀，我发奖金了，请老爸吃点好的。你这孩子，别把自己搞得这么累。你看你都瘦了，这样下去身体不行的。啊？爸，我是成年人，不是孩子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我已经计划好了，我先多接几个案子。然后积累点人脉和经验，到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开工作室了。可是你这个样子，爸爸看着心疼啊。你和天乐的事情怎么样了？难道就真的这么分开了？今天挺高兴的，咱们能不说这个吗？那你和莫哲两个人的事儿呢？我跟他聊过了，他向我道歉，而且说他那天太冲动，让我一定跟您说一声对不起。爸，其实莫哲这个人也没有那么坏，他就是小孩子脾气。一动起气来说一些气头上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兰妮啊，我觉得你还是离他远点好。这孩子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单纯，真的。行了，我都饿了。好，来吧，点菜，叫服务员。服务员，点菜。妮妮啊，你的创作怎么样了？那个你要喝什么自己弄，我先把这图传过来。我先把这图画完，你要喝什么自己弄啊。哎。妮妮啊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就是赶紧好好工作，把债给还清楚。我说的是感情方面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先不说这个了，还感不感情的，就先这么过吧。梅兰妮。说。我回去想了很久，
我也试图说服我自己忘了你，但我做不到。妮妮，我爱你，你让我来照顾你好吗？墨哲，你别这样，你弄得我真的是……墨哲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你告诉我我哪儿不好？我可以为你改，我真的可以。你哪儿都做得很好，墨哲。可是我只是把你当成哥哥。我到底哪儿比不过林天乐？林天乐他能给你的，我可以给你；他给不了你的，我付出一切代价也可以给你。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墨哲，跟天乐没有关系，就算没有林天乐，我跟你之间，我们两个也是不可能的呀。你就真的对我无动于衷？你是我的家人，家人，家人。对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跟你结婚，这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？冷静一点，妮妮，我爱你，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你干什么？我说你走开！妮妮，妮妮，妮妮，妮妮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妮妮，我们去医院，我们去医院，妮妮。停车！天空很蓝，世界好大，爱是否会悄悄消散？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呗。是否感受到我为爱发狂？坚持多久才能靠岸？林天乐，保持沉默。知道我为你流过多少眼泪，伤伤过多少次心吗？是我唯一有时候我都觉得我特别的恨自己。像一只发了疯扑火的名花有主，坚持着信仰的执着，为你快乐，宁愿束缚自我。也许这样不是彼此想要的结果。为你快乐，宁愿束缚自我。也许我给不起约定好的承诺，至少我还能祝福你快乐。不愿回到曾经是一个孤独的自己，自你闯入我内心的那一刻。为你快乐，宁愿
真巧。那么不愿意见我？你不也是吗？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这儿了？最近还好吗？挺好。你头怎么了？我不小心磕了。磕哪儿了？莫哲干的。好点了吗？你都看到了，林天乐竟然打我，我不会放过他。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更不用替林天乐说。我已经让律师去准备材料，我让他坐牢，谁也别想救他，你也别想救他。莫哲，你够了，别说了！我要让他坐牢。你在考虑？不让他坐牢！你走吧。莫哲，我是代表林家来跟你道个歉，啊。我知道这件事你挺生气的，天乐这件事做的不对，我批评他了，他也知道错了，所以我今天特意替他跟你道个歉来了。莫哲，大家都是生意场上的朋友，能不能互相忍让一下？把这个事儿就大事化小了。你呢？你开一笔数目，我们给你一笔赔偿金，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了，行吗？让这件事过去的唯一方法，就是让林天乐去坐牢。莫哲，你可不行，不能这么做。天乐不能坐牢，林家的企业还等着他呢。
他如果坐牢了，公司就没人管了。我真是没想到啊，林天乐居然让一个大肚子来给他求情，我对他很失望。不是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要来的。墨哲，你看看有什么办法，咱们能妥善的解决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累了，你们走吧。阿姨，你要干嘛呀？莫哲，这是一个孕妇，又是你的长辈，你忍心吗？阿姨，你快起来！别管我，墨哲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林天乐吧。天乐真的不能坐牢，我们林家上下700号人都在等着他呢。天乐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，我替林家大小跟你道个歉。如果你还不满意，我就一直在这跪着，直到你愿意为止。你起来吧。快起来呀！我必须告诉你，我一定让林天乐坐牢，这是我跟他的事儿。阿姨，快起来吧，地上凉，您快起来吧。阿姨，墨哲这边死也不松口，一定要让你负刑事责任。很多方法我们都试过了，甚至张阿姨她，我们都想尽办法了，软的硬的都不行。看来他还是不愿意放过你。唉，你说现在的情况真是挺难弄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放弃的，会继续想办法的。你们就别操心我的事儿了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任，照顾好自己，帮我照顾好爸爸跟奶奶。墨哲的脾气我很清楚，一旦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。兰妮，我知道这个挺难的，但我还是希望你好好的想想办法去劝劝墨哲，因为他现在最听你的话了。天乐不能坐牢，你说林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这上上下下的都离不开天乐。哎，抛开这些不说，咱们想想天乐，你说他这么年轻，一旦要是进了牢里，他这一辈子就完了。所以咱们真的是想办法要把天乐给救出来，你再好好去劝劝墨哲去。我会尽力去试试的。给你熬了点粥，还挺香的。那个，你能喂我一下吗？我这不太方便，实在。
嗯，挺好吃的。墨哲，妮妮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只是想问你，如果现在躺在这儿的不是我，是林天乐，你会怎么想，怎么做？我真的想知道，你到底是心疼我，还是心疼他？为什么你为他做那么多？天乐是因为看到我的伤，所以才误会你的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都应该怪我。墨哲，你能不能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好朋友的份上，这次就放过天乐吧？如果林天乐是个男人，他就应该承担责任。别再劝我了，这只会让我更愤怒。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除非你嫁给我。我爱你，妮妮，我真的爱你。我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别怕飞得多遥远，把一切留恋停在分别之前。没什么会觉得遗憾，眼泪笑了的瞬间。感谢可以遇见你，才了解怎样感动。回忆就算只有刹那会永恒，因为你永留在我故事中，因为我依然爱你到最终。都这么多天了，少宇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他到底在哪儿啊？阿姨，您先别太着急，我先给您做点吃的，您好歹先吃点儿。我没有胃口。我去开门，快去看看，是不是少宇回来了？阿姨。董事长，张律师，你怎么来了？坐吧。啊，我听说谭总失踪了。是啊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们都已经找了好几天了。我考虑了几天，觉得这件事还是应该跟您说，是有关于谭总的。少宇跟您有联系？没有。不过，他离开公司之前委托我做了一件事情，这是前些天他要我帮他立的遗嘱。遗嘱？他为什么要立遗嘱啊？他说他患了脑癌，可能时日不多了。脑癌？哎，阿姨，你没事吗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少宇怎么会得了脑癌？他是故意隐瞒大家的。他告诉我，不要跟任何人讲起这件事情。我想，
也许是他想要自己一个人承担这种事情，不想为大家替他担心。阿姨，这份遗嘱主要是说，他想要把他的遗产都留给他最心爱的人，依然小姐。除了这份遗嘱，他还让我给他的女儿买了一份终身的保险。那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了？他没有跟我提起这件事，我也在想，为什么他突然一声不吭的就消失了。阿姨，你要坚强点儿。少宇，董事长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公司上下都在帮忙找朋友了。我还有好多工作呢，等我忙完了再陪你玩，好不好？乖乖写作业，快！不能跟陌生人说话啊，快点！喂，少宇帅哥，我是依恋。依恋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超市呢。你放心，依然他不在这里，他出去了，这里就我一个人。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我想你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大家都在找你呢，他们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，都在四处找你呢。那依恋答应少宇帅哥的事情，不要忘记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他们你去哪儿的。依恋真乖。那好了，我先不跟你多说了啊。依然马上过来了。好的，再见。再见。你在给谁打电话呢？我没给谁打电话。我都听到了，你在给少宇帅哥打电话，对吗？你快点告诉我，他现在在哪儿啊？你知道他在哪儿，对不对？啊？我跟少宇帅哥发誓了，不能把秘密说出去的。他现在遇到危险了，我们必须马上去救他，如果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少宇帅哥现在还不能回来，因为他去了小王子的星球，那里可好玩了。有很多很多的炸鸡腿，有好多好多的蘑菇房子，有各种好吃的好玩的。少宇帅哥本来想让我给你们一个惊喜的。依恋，少宇帅哥是在骗你的，他根本就没有去什么星球，他是得病了。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，如果我们不去找他的话，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少宇帅哥得了什么病啊？他得了脑癌，已经没有几个月的生命了。而且，你不是一直在问我，到底谁是你的爸爸吗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少宇帅哥就是你的爸爸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爸爸找回来呀？那你现在能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吗？
你的病情我们都知道了，你别再躲着我们了，好吗？你就这么一走了之了，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？这几天，我们把你所有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，可是都没有你的一点消息。你妈都憔悴了好多，人也老了好几岁了。跟我回去吧，我们陪着你，一起把病治好。这病治不好，依然。手术的成功率很低，就算成功的话，我也会全身瘫痪。我不想看着自己成为一个废人，你让我一个人面对好吗？就算你全身瘫痪，我也会一辈子都照顾你的。让我陪着你好吗？不要抛下我，让我陪着你好吗？我求求你了，跟我回去吧。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，我也不想成为所有人的负担。那你就忍心抛下你妈，抛下我，抛下依恋吗？你这么做对得起关心你和牵挂你的人吗？而且我们这么辛辛苦苦的才走过来，才走到一起，不可能让你再离开我。走，跟我回去，跟我回去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就算手术成功的话，我也会成为残废。我不想你后半辈子跟我一个残废在一起。我不在乎，你是什么样我都不在乎。我在乎，我在乎。我在乎，所以我求你回去吧。啊！不走。你要是不回去的话，我也不回去了。你不走，我走了。你干嘛去啊，少爷？你也来了，依恋。少宇帅哥，我不想你走，你可不可以留下来陪我们？我也想留下来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我必须要离开。所以以后，依恋在想我的时候呢，你就抬起头，去看天上的星星。那很多颗星星里边，有一颗是小王子的。我失去了那颗星球，知道吗？一定要乖，做个乖孩子，要听依然的话啊。我呢，就是那颗星球，一直静静的、开心的看着你和依然，好吗？
帅哥，真乖。我再亲亲你好不好？来霸气。天乐，事情我都知道了。你是为了兰妮，才到了现在这一步。哎呀，作为兰妮的父亲，我感谢你为她所做的一切。这些本应该是我这个当爸爸做的。谢谢你啊，天乐。我也知道你对我有看法，天乐，你是个好男人。事情弄到现在这个样子，这都怪我。叔叔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您别太往心里去。不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兰妮从来没有欺骗过你，他更没有想利用你达到什么目的。你们俩相爱，我也没有干预过，只是后来我想，既然你们俩相爱，如果结了婚，也许我的债务就，说是惭愧啊。哦，这是兰妮让我带给你的，孩子啊，你没有看错兰妮，她配得上你的爱。天乐，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身份给你写这封信，但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情了。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情，不是占有，甚至也不是相守。我走在原来我们走过的那条熟悉的路上，去了咱俩吃过的大排档。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那天我没有遇见你，你没有帮我留在少宇家，那现在会是怎样一种情形？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哪怕注定结局就是这样，我还是会选择认识你。我以前一直觉得，只要彼此喜欢就能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。就是为了情到缘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情到缘浅，一切都是天意。
天乐，你要好好的、勇敢的，像个勇士一样去战斗，不要让我失望。他更没有想利用你。我已经把我的梦想都绑在你的身上了，替我去实现它吧。再见。最美丽的剧本。之前林总的话是对的，现在我们公司的发展进入了死胡同，小公司坚凭实力在壮大我们呢，却一直在求稳，所以发展自然就慢了下来。现在并购的惯例越来越多了，一些大的财团对我们公司一直觊觎啊，我真的很担心呐。现在我们上上下下那么多号人，只要我们公司还存在，只要它还能按照正常的模式在运营，我们就一定不能放弃。可是之前的红帆和骐达都违约了，而我们前期的投入全部砸了进去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事情。是啊，现在公司要突围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天乐之前所说的那个澳大利亚的项目。这个项目现在竞标的公司很多，难度很大。如果我们公司一旦中标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在业界一炮打响，整个公司也就有救了。啊，这个也是啊。哎，可是林总还在看守所呢。田乐，林总回来了。当我们面对企业的困惑的时候，我们想出一个道理，就是哪里没有路，我们要往哪里去。因为别人看见的路，我们也要看见，离别人近的路。那我就开始介绍我的创意。我们这次产品的核心创意词，我运用了钻石。可能你们要问了，为什么我要用钻石作为我这次创业的核心词语？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钻石里面有很多的力量，其中包括坚韧、勇敢、完美，甚至是永恒的爱情。所以我想讲说，在我的这个创意里面，有很多和钻石一样的力量的东西融入在我的创意里面。比方说，我们讲讲看这个勇敢。那我觉得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，缺少很多的勇敢的东西。比方说，这次我们大胆地启用了年轻的团队，启用了年轻的设计师，然后我们注入了新的理念，这可能是我们勇敢体现的。
啊？你这干嘛呢？是要感受感受我现在是什么感受是吧？就是想学着换位思考一下。兄弟，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怕吗？嗨，说不怕呢，都是骗你。怕，真的怕。但我怕的不是挨这一刀，而是怕我进了手术室再也出不来。或者我能出来，但我瘫痪了，看着你们每天来照顾我。怎么样？你在里面怕吗？怕，怕自己再也出不来了，害怕见不着我爸了，我奶奶也害怕见不着你了。没别的意思，但说实话，挺怕的。以前我活着呢，觉得什么事儿都是为了自己，为自己活。但现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为你爱的人活下去，这才是真正的勇敢。我这一段躺在这儿，每天看着依恋来看我，小家伙就是鼓励我，告诉我要勇敢，勇敢。是啊，一个小朋友都能很坦荡的、勇敢的面对生活，我们怎么可能做不到？天朗，学会勇敢，也别辜负勇敢。